手把手祷告手。我们可以发现这里又是另外一组，好像是自由的一个东西。上帝所创造的人是很奇妙的，常常我们都需要有一些的整治，因为在一生过程中总是会有一些不完全。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体是会渐渐衰弱，但是我们可以依靠的神却是这一位创造我们身体的主。好不好？我们来分享一件事，在我们可能有一些身体受损或受伤害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复健？我们有没有今天我们的心也被复健呢？感谢的是代祷在这复健过程中真的很苦哦，可能有各种的决定要做，有可能有很多我们需要有意志的哦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可能需要有主的力量，才让我们能够有帮助。家庭也一样啊，我们家庭也是会有受创也是需要复健期。复健期，我们彼此都需要鼓励哦。共同的经验，我们可以来分享。手牵手，祈祷的手。